最近因为这个中国渔船并船死2个人的这个案件，是互两岸情势更加紧张。中国福建的海警昨日因的官方的微博抛出着船载的影片，讲要继续派舰艇伫金门附近的海域来执法巡查，而且这个舰艇是退役的护卫舰队改装的，有来挂飞弹，嘛来增加着两岸紧张的气氛。啊，这嘛吼，伫第一线的金门的渔民真热爱哦，讲打来愈歹趁食咯。包舰长发现疑似 PC-166山腰船。发出警告，针对就是咱国的船只，中国海警的舰艇排归排，用执法巡查名义，伫金门的海域伫巡逻。中国海警微博官方发布的这张相片，一直看咱国的船舰，竟然被发现讲，其中这台2202原型就是飞弹护卫舰、飞弹舰退役改装的，唔那排水量2250吨，也有4座双管37米的舰炮，点武器继续咧施压。中国网友意见无共款，不过中国这款行为，金门的在地人是真有感觉。尽量说避免擦枪走火了。大陆海警在那边巡逻，对于渔民来讲，他出海捕鱼什么，事实上困扰就比较大了。事情赶快落幕了，回归到正常的两岸的一个发展的状态，回归到平常的生活。在地警方发布海报，若是拄到海上的纠纷，会使通报海巡。不过，伫两岸遮紧张的时刻，民主阵线的东明又赶来赞声。美国、日本伫2月25到3月17举行大和铁军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，两军拍算伫6日岛关、长英龙步岛以及乌吉那华金武顶的美军纳什海滩训练场做定力训练，出动 F-35B 列装的战斗机炸射训练。日本自卫队出动300人，美国陆战队有250个人做大岛演习，要牵制中共。在必要时候，可以就是针对就是台湾遭到威胁进行反制，包括海空的压制，也包括地面部队的驰援，或者是说这个海上补给的开通，吓阻中共的进犯。面对中国傲慢的行为，民主的伙伴同心协力来对抗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